6月10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種咧大佬或者係大姐大嘅風範嘅喎，係一位好豪邁嘅阿頭啊！所有嘢咧去到你手上面咧，你都覺得冇問題，我哋搞掂佢。天生有一種親和力，性格開朗，識得照顧人，每一個人同你一齊咧都好開心嘅。個人充滿活力，亦都好有人情味。見到人有困難咧，你唔會袖手旁觀，太過堅持己見啊！如果人哋唔跟你嘅方法去做嘅話咧，情緒咧會有啲激動，亦都會顯得咧比較任性少少。好多時咧，你會過咗一陣就冇事啊，但係嗰一下咧已經落咗落對方嘅感受度啦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你好容易墮入情網啊！只要你中意嗰個人嘅話咧，就會為嗰個人神魂顛倒。結咗婚之後咧，你亦都會好深愛嘅伴侶，幾乎冇可能會出軌嘅。但係要記住啊，唔好管屋企人太多。而性嗰方面咧，你非常之直接，你想要就要，想做就做。好多時亦都會好努力咁樣取悅對方，希望對方稱讚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喺工作上邊咧，你好值得信賴，因為你個人好有責任感，亦都唔會半途而廢。你嘅執行力啊同埋毅力亦都好強，所以亦都好適合創業。所有嘢交到俾你嘅時候咧，你就會覺得我哋要同心協力咁樣做好佢。你嘅財運亦都好好，記得咧唔好將錢亂咁借俾人啦，同埋咧唔好用喺賭博上邊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你天生係一個領導者，所以好多時咧都希望人哋同你一齊咧合力咁樣完成一樣嘢，做到真正嘅獨立同埋自立。對於一個領導者嚟講咧，你會變得更加強大嘅。